兄弟姊妹平安！哇，春天已经来啊，对无？咱看见那日头哈，过偌济就是春天的季节咯哈，所以咱当礼拜庆祝过偌济，今仔日第2礼拜，所以春天来了，所以咱就爱来学咱的主，刚好请咱起立，咱要来用这首歌来学创造天地这个互咱美好的主哦，因为伊是这位美好的主。咱到底来唱这歌，这首《俄罗主耶稣伊已经做王》。不要紧，咱感觉是新的歌哈，咱先听旋律哦。俄罗主耶稣伊已经做王。当作社会里主的宝座，对着歌声，予你的心昂主耶基，当心爱保佑我路，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哈利路亚。越来越熟哦。俄罗主耶稣已经做王，当作社会主的宝座，对着歌声，予你的心昂主耶基，当心爱保佑我路，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哈利路亚，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咱来念哈利路亚来，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哈利路，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咱搁一遍念哈利路亚哦。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哈利路，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咱搁一遍，家己的咱的随时拢会当学落来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哈利路，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天气遮好，春天，咱要去到倒位无钢琴，咱要来念哈利路亚要安那？咱甲这个旋律，咱甲这个记在咱的心，咱随时拢会使来。哈利路亚就是来啊来啊来，学罗咱的主，刚好咱来清唱一遍，这个挑战会使袂？咱来三夫妻哦哈，念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这个旋律哦，来。念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念
利路，哈利路亚。咱过来吟一遍咯，吟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吟哈利路，吟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咱将音乐来归给咱的主，用咱的掌声，哈利路亚！感谢阿拉主，咱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安尼来讲。伫创造天地中间，伊要是即位创造美好的主哦。咱三角用伊的话来学了，请上主啊，你所做的遐尼呀侪，拢是你用智慧所做，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伫遐有海大搁宽，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大细的活命拢有。伫遐有船在行，有你创造的海受来受去，这会拢着靠你。你照时互因食物，你下互因，因就起来。你开好手，伊就有好物食甲饱。你面哪行后哪问伊。因就烦恼行行，你将因的开收回，因就死去归回土粉。你一个土开，因就受创造，你互地面拢换死。咱的主一个分开。就受创造，咱嘛是有上帝开伫咱中间咯吼，所以无说定来讲上水的人，就是有还佫有开的人上水，对无？所以咱请大家拢足水，因为咱拢还佫有开哦吼，所以咱来学了咱的主，咱嘛会得罪上帝。咁好，咱即个时间学了咱的主，伊有下罪之恩，咱认咱的罪。咱三角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拉你，主啊，你创造天地，主啊，遮尔济的美好，特别是你分一个开，互阮的即个人会当活起来。主，阮感谢你，主啊，你嘛互阮有自由的意志，主啊，阮知阮会当选择，总是主啊，阮有真济的时阵，主啊，阮选择得罪你，阮选择按照阮家己的意思，恳求你来下令。主，阮恳求你继续带领。扶持，阮感谢阿拉，哈利路亚，感谢阿拉主，创造天地美好的主，阮感谢你，你分一个开，互阮有开始，互阮会当活地来感谢阿拉你，你嘛享受互阮人自由意志，总是阮选择自私自利自义，家己感觉家己上高，以掠家己的意见做意见，恳求你赦免阮。主，你有下罪之恩，互人知你是主。你嘛讲，你要阮认阮的罪，你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的机会，因为你是这位仁慈的主。阮感谢阿拉，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的主听咱第一咱。知影咱即马所受的苦，甲咱即马的情形，哈，所以咱就来用上帝话语，咱要来祈祷哦。请咱来读，请愿上主的恩光永远存续，愿上主因为伊家己的创造欢喜，伊看地地就叮当，伊望山山就平安。咱的主在咱家的需要，身心灵健康、婚姻感情、产业，咱的工作以及学业、人际的关系，伊拢关心，伊知咱的这个困难，伊要带领咱超过这的互咱的性命会当更新，哪来哪亲像主哦。所以咱若是有拄则的方面需要带到的，等下请你会当起立，牧师甲长老会当到你的面前，伊来为你祈祷。也是你感觉讲主啊，我要当
迄个独独来仰望你也是咱线上的朋友，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需要主来扶持你的所在哦，靠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哈。好，请咱有需要的伫现场的，请你会当起立咱也是来画伫你需要主带领的所在，需要的请起立，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你是创造阮生命，主你也互阮的人不管透过这世代的行大，主阮知有真济时阵，主阮的身躯病痛，主阮伫心灵甲阮的工作伫学业，主伫真济所在，主阮实在毋知要安怎，总是主你就是阮的办法，主你来医治扶持甲带领，因为你有大权能，你有奇妙的作为，主阮感谢你，主你亲亲甲阮伫地，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你就是阮的快乐，主你就是阮的时光，主你是互阮伫有五望的主，你是阮一切问题的答案，主你阮感谢你伫绝望中间，你互阮快乐，互阮五望，阮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阿罗你，主你赏赐你的稳定救恩，主你互阮你的话语，信心你伸手来医治扶持带领，不管伫现场也是伫线上的朋友兄弟姊妹。主，阮凭着信心到主你的面前，你的医治、你的奇妙的作为就发生伫阮的中间。因为你讲，既然信你的人，新约基督要发生伫阮的身上，阮要来抓住你的性命做阳光，将一切阳光要归予你。阮感谢阿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继续，咱要为着主你来祈祷。主你是主所设立的哦，所以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咱无惊吓，咱会当来感谢阿罗。咱要来读今仔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诗篇104篇。就是来阿罗这大自然甚至甲上尾伫这段经文中间33甲35，咱等下来读的时阵，咱会发现有几个愿呐，愿几个愿呢？咱三个来读，请。我要一切人对上主吟声，我要活地的时，要对我的上帝唱歌阿罗。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就学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主。这内面有几个愿？3个愿3个愿望一次成就，好吗？听兄弟姊妹，咱会当甲主。求讲愿总是成就在伫主哦，伊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伊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咱会当，咱的祈祷伊要听，总是伊要按照伊的心意、伊的旨意来听，毋是按照咱的。咱会当来祈祷。咱将咱的祈祷献伫主的面前哦。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个，咱要为着咱个人甲上帝关系，咱会当灵命会当先，互主来升级哦甲主有真好的关系。伫今仔日等一下，咱伫楼骹有世界展望会爱幸福讲座下工要伫咱中间来分享嘛，为着生日助学金委员会甲拜六过来拜六，咱有东山关怀活动。要坐火车是咱中会所办的足侪福音的朋友，咱关心的朋友要甲咱斗阵行来看这上帝创造的这世界以及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要看到主的疼伫咱中间，咱要为这个来祈祷嘛，要为着双年大学咱的光复长老甲咱的委员夫妇光复长老夫妇甲咱松道委员因尽心尽力将因退休的生活来拜一拜礼拜3，即马连拜4嘛有目的就是要互遮的双年的福音的朋友会当到咱中间，恳求主来带领咁好，请咱起立，咱要为着拄则所讲的遮的，以及咱家己准备好，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咱的主。来，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感谢你设立主你，主主你是主，你要爱阮独独
来敬拜俄勒你的所在。主啊，会这日运用祈祷，运用敬拜，要对主你的圣殿来出发，成做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主啊，恳求你来带领。主啊，不管伫这个教会，主是你的家，你的圣殿。主啊，互阮主就伫遮，阮所计划，阮所做的，就是来宣告，互人去担着主阮的滋味。因为主你无爱一个人沉沦，你爱人人拢会当得救。主，阮感谢你，哇！愿今仔日主你用阮的心来讲话。主啊，阮今仔日的礼拜要恭敬，要献伫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接纳。阮若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若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地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啊，我捌求叫你，求你紧紧临到我。当我求叫你的时，愿你压耳孔来听我的声。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欢喜会当来到主的圣殿，要用欢喜的心来学乐伊，咱要用感谢来自伊的殿，用学乐来自伊的院，咱用歌声、用咱的歌声做伙来学乐咱的主。要用感谢的心，进入伊圣殿的门，要用学乐入伊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用感谢的心，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学乐入伊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请姊妹来唱。要用感谢的心，进入伊圣殿的门，要用我乐入伊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做伙来唱。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请兄弟来唱。着用感谢的心，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学乐入伊的圣所。我要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做伙来。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着快乐欢喜。伫这日中间着快乐欢喜，哈利路亚！阿门。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感谢主，请坐，请坐。伫咱的一生中，咱拢需要主，咱愿主来引带阮，引带咱的生命。咱伫这个土地。伫这个城市，咱拢爱为主来做工做盐，愿主来帮助咱。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
光传递变笑，为一个城市，我欠悲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个白时，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香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为一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光传递变笑，为一个城市，我欠悲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个白时，做伙来呼求讲，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香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香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光芒甲喜乐，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感谢主，主又听到咱的呼求，咱的生命，咱的国家，拢爱完全交托给主。伫主的面前，咱爱承认，咱无法度，只有主，伊有会通成做咱的倚靠，伊要引带咱，咱要来呼求伊，咱用祈祷的心来呼求。主，阮要当心到你面前，用祈祷追求你面。阮要挥开所有的歹行，我已全心跟对你。主，阮拢是属你的囝儿，求受主天父的心。阮要转来找求你天父，也要看见福兴。阮要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伫全地，求你用目睭看耳，脚听，风主
万民拢要来敬拜你，高举你荣耀的生命，好兴宣地全能的君王，我们仰起你。主愿的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人民依伫这所在，荣耀搁在降临。愿要呼求你阿爸爸，设立你宝座伫全地，求你因目睭看耳空听，奉主生命呼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高举你荣耀的生命，好兴全地全能的君王，我们仰起你。我们用华语来唱。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传你所有的核心，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上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愿要呼求你阿爸爸，愿要呼求你阿爸爸，设立你宝座的全地，你要用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者的。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创造生命复兴愿，互全地拢会当对冬天到春天，一年四季照时来轮流。主啊，你就是这位创造。只有就是这位立你万米的主，愿感谢阿罗你，感谢你拯救阮，感谢你经过我，你嘛上天，你差遣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领受上帝你的救恩，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主，阮所献上的。真多，愿一切会当真多芳的祭献予你。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气息，为着愿出时代，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愿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大时的境地，无论明日虽无边，山虽怀抱好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天父上帝愿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希望的好奇，为着信心的欢喜，使阮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父上帝愿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伫姊妹陪母亲，你能地就好朋友，愿心看顾个温柔，天父上帝愿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受赐愿人类，相信稳定甲人情，地上生活甲永生，天父上帝愿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至大的君王，万国要称谢阿罗你，万民
要尊重敬拜你。你是仁爱、怜悯、信实的上帝。时刻引带阮，搁享受丰盛的恩典，互信靠你的人会当脱离黑暗，行伫光明。阮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但主已经告我，互阮有新的生命以及永生的愿望。恳求主来帮助阮持守基督信仰，谦卑认罪，活转来离开歹路，互阮会当甲上主搁好，日日遵守伊的法度，以爱主的诫命，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主啊，你是阮闪避的所在，是阮的保护者。阮仰望你的应允，阮恳求你来赐福伫阮的心、灵，互阮的身体会当学习拒绝俗世的迷惑，温困读主的话语，来得到智慧，也行出主的教示，伫阮所徛起的世代，来影响侪人的性命，互因拢会当来归向伫主。也求主，互阮的心会当时刻来孝想主你顶面的事，常常用祈祷来学习，将万项事交托主，专心注目追求主的真理，一生拢袂偏离。也互阮的灵时常有圣神的充满同在甲引带，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来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主啊，我要为着本主日有爱幸福的讲座，以及生日助学金委员会的会议来祈祷，恳求主掌权，互一切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也为着即礼拜六东山关怀活动会当得到主赏赐的平安。我也恳求主来赐福伫上年大学，透过家庭小组的关怀。求主互同学会当拍开心门，来接受主的福音。也求主眷顾保守同工甲全体的师生，因的身体会当健康，心灵得到透放，家庭拢和乐满满。主啊，伫即时我嘛要恳求你来复兴阮迦南教会，互阮的牧者、中级核心的同工会当连结伫主，有属灵的智慧。同心投入教会所推动的圣工服侍，求主恩膏伫每一位主所拣选的同工，成做你尽忠的奴仆，同心来去做主的教会，来达成主所要为阮计划的目标甲理想。我也恳求主即时圣神降临伫阮的殿内，感动也启示老牧师伊所要透放的信息。会当加做阮灵命更新的来源，互兄弟的信仰拢会当得到成长。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求主的名，听阮祈祷。兄弟，请坐。咱即时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也就是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这声
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即时献诗要请第6区，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寻见》。请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伯记第14章13节到17节。和合本圣经伫旧约部分637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银幕。约伯记第14章13到17节，显着我来读。第13节。我哪年啊仰望你，甲我藏伫阴间，甲我藏伫稳默的所在，听候你的受气煞，甲我定期限，通阁眷顾我。人减话阁活起来，总是伫劳苦的日，我袂停候，直到我得到解救。
迄时你叫我，我就应你。你会真爱看到你所做的我。虽然你还在监视我的行踏，毋过袂搁追求我的罪。我的过失你会放捌伫地下内，我的罪过你会撤销。以上，咱即时要请刘应炎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地球的祈祷。地球的祈祷。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伫礼拜的早时，咱看见今仔日的日头实在真好。上帝用一年四季，用春天已经来了，来搁一遍来启示咱，伊的创造甲伊的业力，拢袂失错。伊的时就是伊的时，咱人是伊所创造的，咱伫徛伫住伫伊所创造的地球，每一个、每一时、每一天，这个地球拢伫祈祷，咱有听见吗？伊所创造的万物，拢有发出声。秋天有风的声，冬天有落雪，也是有的所在。寒甲冷死死的声，春天，咱看见日头硬阁浮出来，热天哇热到要害去。这就是咱的主透过大自然，每一天拢在祈祷。教你文我的老师嘛常常提醒，咱逐天爱看上帝的话语，阁有爱看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这本圣经，咱就知咱被造。是上帝的心意，伊遮尔美好。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阮被造阮实在是真小看。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你要搁一遍来甲阮讲，人实在真有限，人活伫即世间真正真短暂。总是主真短暂，你无看轻。主啊，伫真短暂的时间，你透过安尼，你来拯救阮。既然阮也相信你的人，阮在伫基督内面死，阮袂过活，因为阮有永远的活。主，当阮徛伫即个有限的即世间、即个地球的时阵，主，阮就望，就算人一天一天行所有的身体的死亡，总是阮的灵魂却是有永远活的望。主，当阮就会当活出永远活的望，每一天的喜乐。或者阮即马伫苦难中，主，阮有缘有你的话语，正做阮的倚靠。阮感谢你，启示阮听了你的话语，照安尼去行，正做阮生命中生活中的准则甲引带。阮能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看见伫国节的第二礼拜，就是今仔日，咱看见咱的主国活了，总是。咱嘛看到新闻，伫即个算北极即个河川冰河扬起了后，发现啥物拢浮出来啊？土地拢浮出来。当土地拢浮出来的时阵，就发现讲有上帝创造已经藏伫冰河内面，已经4万几年的真济的即个植物的经济，也是寄生虫各种的微生物。因嘛搭咧国活中，哇！咱这边发现讲，哇！这个冷冻了后，会当保留这个生命，是讲植物这个会当互伊种的种会当保留落来。哇！咱得到真大的发现，嘛真欢喜。总是咱嘛真烦恼哦，是安怎？因为咱发现有2种这个虫大型的这个病毒。嘛是伫咧即个时阵国活哦，兄弟姊妹，咱敢准备好啊？准备好啥物？当这病毒国活的时阵，咱的身躯敢会堪哩？伫4万几年了后的今仔日，咱已经毋知进化到倒位啊！伫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咱嘛要看见啥物？就是约伯记对第1章甲打来啊！
约伯因为伫天顶有上帝甲撒旦的对话中间，咱会感觉讲，因的对话敢若咧赌局啊。讲哦，互你你看上主啊，你看你就是祝福约伯，所以约伯才敬拜你啊。你若甲遮拢摕了，你看伊还阁有敬拜你啊无啊？上主讲好，我知伊是完全的人。可见上主一开始就肯定约伯，伊对约伯是有信心的，所以讲你若是去，你就知约伯是真正听我上主的，敬畏上主的，所以就开始一天中间啊，约伯四变的灾难啊，伊的人生真正就变成苦啊苦。今仔日咱的经文就来到，伊的朋友听到伊拄到遮尔苦恶担当的代志，7天7夜，哇，去坐伊边啊，啥物拢无讲。上好的安慰，咱讲即马倾听啊，听是上好的安慰啊。总是7天7夜了后，就安那挡袂牢啊！吼，我想咱拢真知影啊，真侪时阵咱挡袂牢啊啦！吼，大家拢无讲话啊，挡袂牢啊，开始讲啊啦，总是开始讲，就讲到啥物？约伯啦，约伯你遮苦吼，都是因为你一定做歹啊！你已经即个因果报应论，你若无做歹，你今仔会落，你会安尼啊？所以就开始讲，你爱认罪啦，你就是做无好啊！吼，哇！才听你约伯心内真艰苦，受伤啊！总是约伯，伊今仔经文第14章开始是第一回合，车轮战了后，伊3个朋友车轮战了后，哈。伊今仔日开始表达14章，请问约伯记咱拢总几章？所以今仔日读到倒位尔1/3尔，对无？兄弟姊妹，人生苦难，约伯咱今仔日读的是无甲一半哦。苦啊苦，约伯安那来回应？今仔咱经文咱无读到。总是咱来读，伊刚开始，伊开始讲话，伊开始第一回合，伊要讲的，讲啥物？人生真正真短暂啦，遮尔短暂的人生啊，是要安怎甲植物比啦？拄仔咱看，植物人的4万几年，细菌嘛4万几年的，真正苦啊！你会当饶了我吧？啊！甲即位上主讲，咱来看伊安怎讲。一开始咱无读，总是咱即马来读哦。伊安怎来对即位上主来表达伊心内的苦，请带起来的手5万个不应，又软的枝会继续发出来。虽然伊的根伫土地一直流去，树头伫土里开始烂，水一个会润泽。就搁不应，亲像新栽种的树仔发枝，毋过人死就倒直直，去一个当伊伫倒位。哇，足真实的哈！这台语比华语搁较水啦哈！安那人死去就倒安那，大家足有感觉的吼，开一个当安那，但是伫倒位呀？约伯伊搁一遍来讲，伊心内真正苦，人生遮尔短暂，连啥物都不如啊！植物，所以圣经早就讲哦，毋是即马科学家才讲哦。所以圣经是足济，尤其约伯记足济，不管是文学家也是科学家，因拢真爱读约伯记。政治家嘛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咱把握这段时间，咱好好啊来读约伯记。今仔日咱要搁一遍来认捌创造的天地的上帝，咱嘛要认捌咱受上帝来做的人类。面对苦难，咱就会袂免的会来想生甲死的问题，对啊？因为约伯嘛是一开始就讲到，看到这个植物，哎呀，伊就感觉讲。咱都不如这个植物啦，吼！你敢会当这个放了我一马甲上主讲，我已经有够苦啊啦，你可不可以放了我一马啦？咱敢知苦难是咱伫生活中的反常，也是正常，也是平常，
还是无常呢？是倒一个呢？无常、反常，也是正常？哈？正常啊，也是正常。台语我实在袂晓讲咧吼，正常嘛吼，正常啊，反常咧，反常啊，反常吼。兄弟姊妹，咱若透过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吴宪章博士，伊所研究，伊讲约伯伫迄个时代是迦南地，咱看第一章，讲迦南地以外的乌斯地，就是讲约伯伊是以东人，反映讲即个苦难。是普世性的问题，毋是干那基督徒中间，咱若是知影其他宗教，咱中间足侪福音朋友伫咧咱中间吼，就知影讲伫咧别个宗教，特别是伫咧佛教，咱看到讲苦难，因将伊看作是生死即个循环吼，中间敢若家己想象出来啦，啊，莫去看伊就好啊，啊，莫想伊就好啊啦，莫甲伊当作真诶就好啊，干嘛呢？真真实的。约伯一天以来就囡仔死了了，这敢幻想？苦难是遮尔真实的，苦嘛对无？苦啊苦，遮尔真实。他会讲，这个苦难是咱家己想的，莫想就好啊，莫想就好啊，爱来想，爱来想苦难是安怎？因为圣经中间嘛讲，世界有这世上有苦难。若无苦难，就无耶稣伫十字架顶真实的受苦，为咱来赎罪。所以苦难是普世性的。苦难是生存中的无常吗？无常台语讲无常吗？敢若毋是安尼讲吼？无常吗？无常就是讲，你无想到的伊就到啊！你无想到的就到啊！咱敢知影约伯记是伫圣经中间算什么种的册卷算智慧的哦，咱圣经中啊是伫有几卷的智慧册呢？经验就是咱伫即个圣经中的智慧册内面讲到咱平常的代志啊。咱平常咱要安怎行大？伫智慧书经验内面拢有甲咱教，有甲咱讲，咱就照安尼行，咱就有好的结果。经验第一章就有讲啊嘛。咱若是敬畏这上主耶和华，咱就安那有知影，敢若亲像一丛树栽伫安那水边，按时来结果子，这是足平常的代志。所以经验咱看到，哇，一寡这个座右铭真好用。总是咱来注意，这个座右铭有当是无一定合用哦。所以这内面有讲叫咱毋好做报，对无？对无？咱的做报就是安那呆人，对无？请问咱中间有人做报的无？有啊，有啊。特殊的状况，咱甲歹势，咱讲合作社就好啊。咱若要借钱，敢免做报？爱无？我嘛有甲阿贤做报，是安那？因为买厝嘛，对无？翁仔某爱做报着，所以咱就爱想，上帝智慧书伫箴言内面，有伊的平常，总是有伊的特殊性。特殊性伫倒位？伫传道书，咱讲安那，人生是安那，空虚的空虚，就是讲咱随时拢会发生代志嘛，对无？所以伊讲到啥？万物拢有啥物定时，就是讲时若到发生的主啊，你的时到啊。所以咱人无想到的时阵，就会安那，就会无常就会发生啦约伯记特别咧讲啥物？反常啦，啥物叫做反常呢？恁敢无感觉今仔应验无书就反常诶？倒位反常？换衫敢么有？我甲你讲，第一场我讲道讲煞的时阵，咱有长老足细腻来讲，牧师啊，你是讲章无准备好哟，拢爱看稿切一支手安尼指的，拢无离开遮，你今仔哪会遮反常你是无准备好哟，兄弟姊妹，
啥物叫做反常？拄照我安尼就是反常。因为伊毋捌看过我讲道爱安尼一日一日记的啦吼。是安那呢呢？除了我表达啥物叫做反常。兄弟姊妹，人中间咱爱准备好，因为苦难是平常，也是正常，也是反常，也是啥物常？无常哦，都啉够啊啦吼。我来举例，请问苦难是啥物？有即摆有人咧苦难中间的无？拢无吼。哇，感谢主！你今仔听了，你就知影准备苦难吼，爱准备好啊吼。你若无准备好，可能敢若是无常的，就临到伫咱中间啦吼。34年前吼，有一位兄弟吼，叫做陈宗贤吼，伊转去拢毋免煮饭、披萨，吼转去吼，敲门第三个，若无甲开门吼，伊就开始探门啊啦吼。34年前开始结婚了吼。嘛爱洗衫，嘛爱洗菜。伊敢若无举菜刀，因为伊毋敢举菜刀啦吼。嘛爱撸涂骹吼，嘛爱照时间转来，袂使讲吼拜六吼礼拜拢去迄个外面佚佗安尼吼。请问伊的苦难是毋够啊？兄弟姊妹，这就是苦难嘛，对无？但是这苦难是平常啊。还是反常，还是日常，还是正常啊？正常哦！要结婚的兄弟姊妹啊，拄啊结婚的兄弟姊妹啊，你来问伊讲，即马改变生活，这是毋是苦难啊？伊早一了困好，看要安怎困，即马袂使啊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若是去明白什么是苦难的时阵，伫咱生命中，咱就会当有一个准备。面对咱感觉真苦、艰苦的时阵，面对即个咱一时发生伫咱身上的即个无常的代志的时阵，咱就面对生死，咱就来祈祷啦。最近你若定定听迦南之声，无数拢咧讲，咱就来祈祷啊，咱就来祈祷，咱就来祈祷，敢若做安那无奈对吗？今仔讲的题目是啥？我若真无助的时阵，我就来安那。来祈祷吧！祈祷是一个无助的时阵才来做，一个口号吗？一个口头禅吗？你应该常常听到牧师讲啊，咱讲到你种艰苦的代志，上尾一定会讲啥物？祈祷敢有效？阿门。祈祷若有效，阿贤即摆会飞啊，毋是会走啊，会行啦吼。兄弟姊妹，伊即摆还阁爱人扶，而且。这2礼拜，毋知是安怎，拢无力，毋知影，总是就是来祈祷。爱面对生死的时阵，咱祈祷，甲咱心情，甲咱的主讲。咱知影，咱最近拢咧讲，逐工阴暗斗阵来祈祷，手把手。祷告手，手牵手，祈祷的手吼，咱有听着啊？我的婚姻34年，逐工拢祈祷啦吼。若是无迄落无拄毋大的时阵吼，拢斗阵来祈祷。咱知吼，阮的囡仔对无囡仔，甲即马3个囡仔，逐个拢大汉啦。逐工若讲来祈祷哦，感恩的事情是啥？今天一切都很顺利，感谢对无？足感谢带到咧。明天继续顺利啊！你知无？咱的阿贤吼，都会应讲，啥物？逐工拢共款。兄弟姊妹，咱甲主的关系，咱祈祷干嘛呢？逐工拢共款，咱是咧报告吗？咱的主欠咱报告吗？无咱祈祷要创啥？这才庆祝第一代基督徒讲咱亲近主，主就甲咱亲近，咱真知影上帝的心意，咱就知影会当大心上帝的想法。有当是咱的想法真正，毋是主的想法。咱会当一直祈祷讲愿，咱会前祈祷有讲3个愿，总是要成就的是啥？上帝。你若无甘愿，苦难你若抑阁无甘愿，你也无甘愿，就足歹势。艰苦的是啥？
总是困难到的时阵，咱来透过祈祷，咱甘愿。主啊，我知你要带我经过这个，我就来祈祷。啊，要安怎祈祷？敢若毋好参像阮的囡仔讲啊，报告以上报告，阿免安尼尔，毋是啦吼。咱今仔来学一个啦吼。学了创造天地，这个地球的主，伊只偌尼啊水，偌尼啊美好。看去外口看看的，这个树啊，看日头，看日头真重要哦，互日头晒真重要，因为咱的目睭。啊，看到这个光照来，足重要，安那重要？兄弟姊妹，咱敢知影北欧靠近北极的所在，这个时间，春天这个时间，搁较早一点啊呢，足侪人自杀啊！咱敢知影啥啊？因为无日头，因为因无亲像咱透早6点外，即马你若5点外起来，你就知影讲有日头。上帝创造人真奇妙，你若互日头出来，照着你的目睭，透过你的目睭，伊会分泌一种物件，互你的头壳，安那内面感觉足幸福。咱若较听有诶啦，或者脑里面的什么脑什么脑咖啡因啊，就是互咱感觉安那真幸福。所以日头，上帝创造伫台湾遮尔水，遮尔好。然后日头一出来，生命就是伫夹缝中，咱就安那嘛会当活起来。今日经文讲，4万几年，迄世已经扬起了，伊会当搁活。这就是这位创造主，所以咱就来学了。这位主虽然咱真苦，总是咱若看天，看上帝创造，看咱还阁有伫的，看咱还阁。有主甲咱伫地，咱就安那，哇，真感谢！特别感谢上帝安那赦免咱的罪。有真济时阵，咱真正是咱家己错了，毋是主错了，总是咱主，互咱有过一遍机会，互咱知影咱属主的人，互咱知影咱会当定心搁活，而且咱有永远的活。咱刚好来读这句话来请。现在上帝已经离互伊着对死人中国活，通做已经死去的人国活的保证。这主是咱的保证哦。咱继续来读，来感谢上帝，伊透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对，咱毋是干那活尔，互咱日日拢会当有胜利。虽然咱一天一天行身体的死亡，总是咱的灵魂，咱会当搁活。所以你若即马伫个艰苦中间，咱是倒数迄艰苦要结束，因为咱到主遐的时阵，咱要搁活，咱是新的身躯。昨我问阿贤讲，你敢有相信搁活的主？伊讲有哦有哦。我讲啊，若搁活的主伫天里，你敢会熟悉我？熟悉啊熟悉啊！你化作伙我嘛熟悉啊你啦吼。我讲好，请问你搁活的时阵，你是亲像即马一骹一手的陈宗贤，还是你少年的时阵的陈宗贤？兄弟姊妹，咱捌想过这个问题无？搁活的时阵，请问你是叨一个人？伊讲啊，上帝互我拢恢复啊，阿免，搁活互咱拢恢复，对吗？是无？咱拢无人敢应。上帝搁活互咱的，敢咱即马若有感情咧治疗的，敢咱即马咱有个人过往时阵，可能已经身体有一寡开刀无遐尼完全。咱若搁活是啥物种的身躯？完全的，阿免。我就继续问阿贤讲：啊，我吼10个月袂晓行路，我就小儿麻痹。啊，你若讲完全的吼，你是熟悉我当时的10个月，请问你敢会认得我？兄弟姊妹会认的，因为咱的主的关系，咱会认的，绝对会认的彼此。而且咱伫遐，启示录甲咱讲，咱无搁啼哭。咱有完全的身躯，伫遐，咱要甲主同个活，咱有永远活，咱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咱即马所
拄着的苦吼，目一个年真的就过啊啦。而且咱的主互咱有应允，咱来读这句话敢好？请，亲爱兄弟姊妹，恁拄着亲像火的试炼，毋通若准拄着奇怪的事，原当着因为有分担基督的苦难来欢喜，互恁伫伊荣耀显现的时阵，嘛通欢喜快乐。所以咱莫感觉奇怪哦。若有苦难的代志，毋通感觉奇怪，因为咱的身躯本来就是一天一天衰烂呐。咱敢咱的身躯敢会愈来愈好？无可能，毋是无可能，是讲袂，因为上帝的大自然伊的定律，就是这个律，总是咱的心经过苦难，经过这个试炼，咱会当有上帝遐来的欢喜喜乐。所以透过祈祷，咱会当学老主伫个即个地上，上帝创造的，会当感谢，会当来祈祷，讲哇，我这有限的性命，我会当传承，我会当传承我的性命。原来我这么短暂的性命会当甲永远活连到底，是因为这位救赎主活着。救赎主，咱前几工咱有读到约伯记讲哦，哈，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哈，救赎主。即卖意思就是讲维护你的人，就是你若是去用告，有一位救赎主维护你的人哦，要甲你保证啦。这位主要甲你安那讲，这个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已经替伊死啊。伊的冤屈拢要赔，兄弟姊妹，你有冤屈无？你有苦，毋知要安怎讲的无？无人了解，当咱的主要成做咱的维护者，要。替咱伸张正义，嘛要互咱伫甲主见面的时阵，有人有一边生一边死，要甲主当头对面有审判的时阵，主要甲咱做保证，互咱因为相信伊，咱要算罪无罪。咱伫甲主见面的时阵，咱是属主的人。伫苦难中间，咱看到咱家己是虾米种的人。阿贤甲即摆伊一直感觉家己是真软正。兄弟姊妹，咱拢捌阿贤，伊的唱腔拜礼来对南部，伊的唱腔嘛是伫个台南天桥教会，还是大桥教会，因是长老，是因的财务的长老来到厝的，因为过去生理的关系，因感谢这位上帝。来到厝的，因拢戆赢，一年外无看到阿贤。戆赢啥物？敬上，哦，你若遮温柔啊！古早讲话，大家拢知哈，霸气，袂当顶做，开玩笑，即摆毋是温柔、谦卑，互咱知影，伫真侪被否定中间，会当被肯定，毋是自卑，不是自卑，而是说主啊。在生命、在死亡、伫生死中间，咱知咱的有限，咱知咱需要一位主。一个囡仔，伊透过阿公，带伊伫即世界行大。伊问阿公啥物叫做祈祷？阿公讲，就是你心灵，甲这位主来讲话，亲像你甲我讲话一样。啊，搁有你听树仔的声，你听河流的声音，你听。鸟仔咧杂的声，这拢是祈祷，这地球的祈祷。你有感觉无？这个地球咧震动无？无啊，哪有？地球有咧震动无？倒位知影？啊，你哪知影自转？啊，你哪无震动？介奇怪对无？对倒位知影？日出，对吧？日落啊，所以咱为这为主哦，每一工拢甲人讲。伫黑暗中，咱知人一定会拄着黑暗，一定拄着苦难。伫黑暗中，咱拢知影，咱的主要带咱对黑暗进入啥物光明。每一工拢甲人讲一遍应许，每一工拢甲人讲一遍，每一工拢甲人讲一遍，伊拢无安那笃定，伊拢无言辞，伊嘛拢无罢工啊！兄弟姊妹，对地球
咱就知这位主是信实的。有一天，这个阿公过身了，这个囡仔嘛大汉青少年，伊无要搁去教会，伊无要搁祈祷，因为讲这位上帝无听伊的祈祷，伊安那求这位上帝讲，莫互伊的阿公过身，总是伊的阿公也是过身，伊无要插这个上帝啊。一天、两天、一个月、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嘴皮的声叫伊出去。伊就行出去，甲伊的阿公定带伊去的迄条路。伊阁一边听见迄树啊咻咻咻咻河叫的声，伊流目屎，伊听到啊，听到这地球祈祷的声，这个地球就是上帝永远无改变。原来地球每一天的祈祷。真做伊真短暂的生命的一个安慰甲愿望。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苦难中的时阵，咱爱知上帝要来锻炼咱的心，要来互咱拄着苦难的时阵，咱爱有安怎的心态？咱爱大欢喜哦，爱忍耐哦，因为主会甲咱讲。所以咱若苦难的时阵，准备这种心态，咱三个来读刚好来请兄弟姊妹，恁拄着逐样伊的试炼的时，着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苦难会产生忍耐，恁的忍耐到尾，才会达到完全个完整，拢无缺点。对，咱就是要做。透过苦难，互咱会当变升级啊！咱即摆话叫做咱的性命会哪来哪参像主哈！啊，你会讲啊，咱都欠缺智慧啊！啊，约伯记就是智慧书，都叫我讲嘛啊！这个传道书也是智慧书啊！啊，还有啥物嘛智慧书？哈，箴言对吧？平常有没有啊？这个反常的对吧？哈啊，这个咱就是。追求伫苦难中间，这个是一个旅程。咱若欠缺这个智慧，咱的主安那应允咱来读刚好。请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伊会赐予恁，因为上帝话真慷慨，保留赐予拢总的人。不过恁着靠信心祈求。唔通摇移，摇移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扫，起起落落。这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免想要得到主什么。咱有信心、坚心来跟对主。所以兄弟姊妹，透过约伯记，互咱搁一遍来练习，互咱知。咱若是咱的人生中，咱唔知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是讲，我唔知有苦难，感觉苦难是反常的，苦难跟我无关系啊。我就是真心来祈祷的话，苦难拢卖，我平安就好，真歹势。这就是你当苦难来的时阵，你还未准备好。你若唔知影，你家己唔知影。这个苦难就真苦，所以兄弟姊妹，咱就要正视的，讲咱知影，咱唔知影要安怎应付苦难。苦难是正常的，咱爱来预习。今仔日你坐伫遮，咱就爱来预习，因为苦难一定会来，因为伊是世上的嘛。安尼，咱知咱唔知，咱就来学，啊，咱搁正治安那？咱知影苦难要安怎？来面对的，总是预习甲真正练习，佫无共啊。所以咱爱来练习，咱定，敢若奥运选手，因是安那会定爱家己爱练习爱比赛，友谊赛，然后奥运的时阵再正经去比赛，都是爱练习嘛。总是兄弟姊妹，到这个程度，咱还佫无够哦。咱爱的是啥物？咱唔知，咱家己知影，就是我直接反射的。苦难来，我就知影，马上反射，直觉的。主靠我伫地，我就真实在，我就唔惊，惧怕不在。我每天跟神连结。兄弟姊妹，这4项咱真重要。
球餐场举一个咧，咱即摆咧拍乒乓对无？有人咧参加乒乓，哇，社区足侪人爱拍乒乓。我们自己不知道，打乒乓就是乒乓安尼一个，安尼你就不会来了，对不对？哪一种人才会来想要学乒乓？我不知道啊，我知影我不知道，因就来报名，20个无够，大家排队的排足侪。我有动力，我要来学。苦难也一样，我要来学怎么应付苦难，我要来预习。万一发生这个事怎么办？第三心急，我知影，我家己知影，咱的细心兄就是，知影要安怎拍球，总是安那。哦，伊甲教练佫无共级吧啦吼。咱有一个洪教练，咱的秀林执事的先生，伊就咱敢若知影，有他知影运用，总是咱爱到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当来时咯，直觉应付。佫讲一个举一个例。你会发现，牧师即马定定咧讲，伫报章杂志嘛定定咧讲。有一天，我毋知恁有收到即个问卷无？调查民意调查卡去恁兜的无？如果有一天阿强啊拍过来，你要安怎反应？这是毋是苦难？如果中共打过来，你会怎么回应？有足侪人回答问卷啦，咱莫举手啦吼！我讲结果互大家听啦吼。按照统计，比率足悬的哦，大家拢表示爱要安怎抗争到底。有勇气无？有哈。下骹留一排，什么字？有人知影这个结果无？后下骹留一排，台湾人拢剩一支喙尔。大家拢按赞。兄弟姊妹，咱若是无准备好苦难，咱若是毋知苦难伫要来，真正就可怜啊！咱来准备。咱毋是干那停留讲，咱来准备尔，咱预习，甚至咱来练习。我们知道苦难来，我们怎么一遍一遍的练习？演习也好，就我们是做着演习的练习。当真正苦难来的时阵，咱就直觉，毋是直觉尔，是上帝甲咱引导咱就会当人生足实在，咱就惧怕不在，好无？咱透过今仔日，透过一段差不多2/3的约伯记，咱来信靠这位创造咱性命的主，咱会当活出国外愿望，不管什么事，咱拢会当靠着主，咱来活出来。迄个愿望甲喜乐，因为这首歌我真介意，总是我个别礼拜毋是要唱这首哈，这真侪人爱唱，我爱唱迄恁拢知哈。信靠主的人有啥物？有幸福啦哈。好这首嘛真侪人爱唱，我若欠缺安那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有这个事哦。求主看了就安那欢喜，显明真实。叹道理，请咱起立，咱三角来唱这首歌来回应。你若欠过真失望，我着真难来帮赞。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叹道理。难怪沙条，难怪沙条，难怪沙条，有信心来帮赞。心忙碌，你着替我来
星星来帮助。你那地个心为灵，我的忘记你的情，有主看了就欢喜，天命真是坦得你，光华已洒掉，光华已洒掉，光华已洒掉，有星星来帮助。洒掉你我的眼泪，就为眼光归天边，有主看了就欢喜，天命真是坦得你，光华已洒掉，光华已洒掉，光华已洒掉，有星星来帮助。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圣神，阮感谢你。即时你伫阮的中间，你来安慰夫妻带领阮，因为主你知伫即中间，阮有身体病，身体欠安，嘛有心神软正，阮真需要你。主，阮感谢你，搁一遍用你的话语。信心，你安慰夫妻带领，搁一遍应允阮，你亲像这个地球一样，你每一天透过万米，这世界万米，互阮知，主你是信实的主，阮知主你永远无去，你无放下阮，阮感谢你。时时夫妻带领，阮知约伯的苦难，嘛会伫阮的性命，因为你听阮，你要互阮的性命得到锻炼，互阮会当性命哪来哪亲像你，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互阮以基督的心做心，互阮所做决定会当荣耀上帝，对人有利益。感谢你，夫妻带领帮赞，愿咱的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只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他脚不方便。会众起立。我的心愿献乎你，愿赐龙潭的旨意。我的在情你受诉，甘愿献你罪。
亲爱听头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经过一礼拜的平安，会当来到你的圣殿，用阮的喙来学罗你，用阮的唱的诗歌来感恩，用阮的手所做的事工来服侍你。感谢你，你讲知足的心，加上敬虔的心，对阮大有帮助。感谢主耶稣，因为你，互阮得到做天父囝儿的身份，这是阮一生上大的满足。因为知影，毋管阮是白疼，也是健康，是富有，若是善食，拢有主耶稣不变的疼，甲阮伫地。感谢你。教导阮爱彼此相疼相爱，毋但伫阮厝的人，嘛是伫教会正兄弟姊妹啊彼此相疼。因为你讲疼会当夜坎济罪过，盼望阮即马所献上的金钱、时间、财物，会当做你圣功所有，带济的人来到甲人教会来认捌主，感受到你主不变的疼。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要请老牧师来报告。首先，咱要来欢迎今仔日头一遍来到咱中间哦，李玉洁，哇，喜玉洁哦，哇，义志个佩恩，个佩恩的女朋友哈，去佩恩女朋友来咱欢迎玉萍哈，欢迎你们，请坐。这是中山教会哈，这是牧师来介绍的哈，咱这边欢迎哦，永远的欢迎哦哈，这里就是你的家哈。好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哈咱即马开始，咱就看到咱一个疫情了后吼，咱有要重新来开始咱的交代哈。所以咱若是想要即做交代的服侍哈，请咱来甲崇拜部部长简宗义长老甲翠芬长老来报名，咱要来训练了后，咱要诚做一个会当交代人的人哦吼，所以咱来报名请咱暖地义为着即个来祈祷吼，因为一个人到新的所在互交代，敢若转到厝吼，哇，迄是真重要的吼愿咱会当诚做即个交代的天使吼咱来看到伫教育部吼真用心吼，咱足侪一切伫个四楼图书馆，总是真侪人吼伫。想讲，啥物原因，毋知影啥物原因拢无真侪人借册。即马因真贴心吼，要甲行动书要放伫下骹1楼的所在，所以咱会当伫遐借，嘛会当来翻吼。毋免到4楼才会当借哦哈，所以咱伫楼骹，咱着1楼的所在，咱着会当来看这个册，互咱的一个性命会当得到更新，看到这个册会当得到帮助。拄则牧师有讲到，即马咱咧推行一个手牵手祈祷的手吼，拢差不多2分尔吼，咱会当透过即个2分的影片，伊会讲到一个经验，讲到一个金句，即个金句内面相关的经验，嘛有一个邀请，就是你听到这2分钟了后，厝的人会当斗阵讲感恩的代志毋是干那感恩代志尔吼，有一个主题，譬如讲今仔日咱若看即个手把手就知影讲，之前牧师分享讲，伊细汉的时阵，迄鸡蛋糕吼，敢若红食完啦吼，结果伊要哭的时阵，都发现讲，底下下骹佫一个啦吼，伊就足感谢的吼，迄个经验，互伊讲主特别拢会为伊保留吼，所以咱就会当今仔日就会当分享家庭这段的时阵，就分享一项主会稳定甲你保留的。你来分享感恩的，你嘛会当带到明仔载吼，咱需要有上帝稳定的明仔载，我计划要做的代志，亲像安尼，咱会当全家拢来祈祷，因为全家到人来祈祷是真水无比哦。嘛，当咱的家庭经过苦难的时阵，即个家庭的时间就变足重要的。因也无说结婚34年外吼。若毋是有即个时间阮无法度度过这1年外一个真
会当讲啊，一年外会苦难啦，吼啊，上帝啊，互咱伫苦难中苦甘哦，吼，咱会感觉讲啊，原来有主甲咱伫地，咱会当斗阵祈祷是真水的代志哈。啊，咱嘛开始有新的，即个真侪人找无伊的店名的名牌啊，吼，咱即马有新的要做，因为咱楼骹拢装潢好啊。啊，咱咧做备办的时阵，请咱吼伫啊，甲咱的组长来联络吼，啊，咱的组长吼会来甲咱逐个通知。以后咱刷卡吼拢伫1楼，2楼即马遮落无阁有啊啦吼，啊，所以咱啊慢慢啊学无要紧，因为一时改变，咱一定会袂习惯，一定会咱敢好好家己2个月的时间，啊，2个月时间慢慢2个月以后，你就发现讲哇，即个。拢会记哩啊，足自在吼，啊嘛拢会真顺哦，吼啊拜六拄则咱有讲到要东山一个环境教育之旅，咱要坐火车吼，头一遍经验吼，新德中火即个火车对啊，即南区啊一直开来，甲咱桃园吼8点57分吼，啊那请咱已经报名的，你着到即个提早到哦，一定要提早到，因为火车啊那。无等人的啦吼，咱就爱去等火车啦，咁好哈。啊，咱吼啊有即个图，但是咱看无要紧。啊，咱的小组长会传互咱，哈啊，咱则按时伫遐等上重要啦。吼，提早搁较好哦，好无哈？啊，迄天吼，咱就会当带已经有报名，咱无法度搁报名，总是咱爱确实准时到遐，愿上帝带领咱迄天出入平安。特别是福音的朋友，透过咱伫大自然中间，东山真水啊！吼，咱会当伫遐体验着上帝，体验着地球的祈祷，体验着创造的主咱三个来读今仔日金句，请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你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你的道路。天比地较悬，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比你的意念较悬。以赛亚书55章8到90，搁一遍，请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你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你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反，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比你的意念较悬。以赛亚书55章8到90。请咱做伙来吟上咏，上咏第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吟时煞要请老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咱搁唱一遍，咱搁唱一遍。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地主万民拢正称赞，天地神使恒赞万世，阿罗白行是上帝。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听阮阿爸阮感谢你，你真救阮。主，你的心意广过阮的心意，就亲像阮拄则所唱的每遍的诗，更轻大更轻的，阮唱阮的。主啊，真济时阵，主啊，阮真正爱顺服伫主你的旨意内面。有真济，阮感觉苦难，实在是主，阮挖阮的头，无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主啊，你的拯救之恩，互阮知影，挖转头你来跑走头前的路。主，你的听永远无改变，互阮身心灵得到完全的健康，互阮甲上帝你和好，甲人和好，主教阮家己和好。
嘛，互阮的性命得到你的支持，你的引带，圣神才建伫阮的中间。主你教阮伫地，互阮对遮转去，到阮的厝，到即社区每一个所在，互阮活出主你的听，嘛活出主你伫阮中间的喜乐甲平安，诚侪有影响力的，互人甲主你来相拄，伊嘛得到主你的拯救。互台湾诚侪有五万的报道，毋是人水，毋是所在水，乃是主你的福音伫即个所在要诚侪报道，诚侪福音的报道。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列倒。今仔日咱的礼拜就到这，咱互相来请安。